台湾若准寸进，这中国就会丢卡登地。根据着外国媒体报道，讲台湾伫咧爱沙尼亚设这代表处却是卡掉的，双方谈判2年拢敲袂好势。主要原因是这个卡掉的名称是要比照立陶宛模式使用台湾，或者是依照着这欧洲惯例或者是台北办事处。那针对这部分，咱的外交部表示讲态度正开放，希望双方呢会当互惠合作这款的精神，而且会当加强两边有具体合作做法。 在团结欧盟及全球理念相近伙伴的力量上，爱沙尼亚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去年11月，爱沙尼亚国会外委会头一届组团访问台湾，主席梅马坎搁话讲，希望台爱两国会当互设自处。不过，卡2年的代表处议题，根据外媒日经亚洲的报道，亲像后面方面讲袂罢才停落来。台湾方面希望应用立陶宛模式，以台湾代表处的名义设立。不过，爱沙尼亚烦恼中国报复，坚持使用台北。 外交部也将秉持开放态度，愿与爱沙尼亚基于互惠合作的精神，务实讨论加强双边关系与增进相互了解的具体做法。根据资料显示，2024年台湾出口去爱国的贸易额差不多4919万7712美金，进口3355万1490美金，是贸易顺差。专家认为，爱沙尼亚的数位化加资讯安全，伫欧洲国家扮演积极的角色。立陶宛了后，台湾也想要找到真好优质，下一阶段有利台澳交流，爱两张投资计价。他们的数位公民的部分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哦，就对很多台商要进欧洲市场来说，如果可以不用做这个所谓移民间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商务的便捷性更高的话，那或者透过这个数位公民的部分，可以做更多的链接，人与人的这个交流跟商业的这个推进要同时并进啊。中国针对主管名称对台湾施压，不是头一届。2017年，台湾有5个驻外管处，包括奈及利亚、巴林、厄瓜多、杜拜甲约旦，拢因为使用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去中国要求改名。2023年，驻斐济代表处捌有希望使用中华民国台湾，煞也是失败，改转来驻斐济台北商务办事处。最近一届是今年2005年，咱驻南非代表处的官方网站名称直接互人改做台北商务办事处，甚至去予当地政府要求爱迁离开首都，因为号名问题一直卡掉的。专家建议，甲爱沙尼亚的交流应该以强化实质的关系，提高台湾伫这个的连见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